3呢爆晒人，暫時咧行晒啲人，車仔準備出發咯！去到邊度好咧？去到海山或者沙頭角站試下啦。去廁所，繼續揾嗰就點樣埋嗰個塔度。唉，擋住晒。鹽田區游水館。好啦，咁就兜咗過嚟啦，呢座塔呢度。立咗時間的汪洋咩海洋燈塔咁嘅樣。
达图经典附近。鹽田漁港。200米後向右前方骑行，入盐田好分时间。前方路口直行。食海岸，去邊嘅？金城海岸票，去月亮灣嗰頭。搭船去梅金灣，唔去咁遠啊！哇！呢條咁嘅斜路，係黐 Q 線。落車去黐 Q 線呢條斜路，埲牆咁級，翻騰都唔睬你。海濱驛站。200米後向右前方騎行，進入延梅路。到啦，差不多啦。就係呢條啦，騎上去 ，no 啊！慢慢推啦。部車又慢慢推啊，睇人哋幾犀利，直落。直接鏟上去，冇錯啦，部輕車咋。上嚟啦！呢條黐線斜路，我還不支持這個頁面，還是來首頁找我吧。黐線，呢條邊係單車踩嘅？喂，咁多電動車，少過電動車。
嗰陣棧道行樓梯黐線，哇！沙灘多人到癲。周一天再来啦。右转，随后立即左转。左转。左转。大梅沙，睇起點？大梅沙起點。向左前方骑行。左前方騎行。中高煙。向左前方骑行，500米後向右前方骑行。沙站唔准入，園區內禁止入。好處，好啦，出邊全部咧呃遊客，跟住一傳唔准入，亦都唔准入。我睇下。遊客區，貴士豆腐，200米後向右前方騎行，進入延梅路。支租唔俾入，支租。酒店，食街。封晒唔俾入，全部不准進入。100米後向右前方騎行，進入延梅路。不准入公園曬氣。麥當勞。大梅沙站。向右前方騎行，進入延梅路。全都唔准入。12公里，距離目的地還有3公里。全都唔准入。單車、電動車一律唔准入，不准進入。啊，單車都好有條單車徑行，唉，不准進入。有單車徑。沿延梅路繼續騎行1公里。幾好玩喎，飛上天！考個卡先。快！
啊，有水有饮料啊，多多刷啊。係啊，有水吗？細啦。洗手间在哪儿啊？又係翻嚟小梅沙啦，揾地方睇下邊度，順便可以入翻地鐵站啦。就這樣。180蚊8分鐘。呢個時間食麥當勞啊？幾點啊？4點鐘食麥當勞啊？冇咧，冇得唔太夠啦。爽，爽。你好，8请过江姐。大約4點3先嘅大梅沙上地鐵，我計幾個翻去幾個先翻到香港啦。有 emergency 啊，唔知咩突發情況啊。得啦，得啦。10幾蚊。收機啦！得啦，翻屋企啦。